兩個問題想了解下嘅。第一個都係個額外經常性開支啦，123萬個總數唔係咩嘢嚟嘅。不過呢，如果我對比翻呢2023同埋2021呢兩個，即係當然係唔同嘅項目啦。2021大埔油塘兩條呢就加埋係5.6公里長嘅，就2023個元朗嗰個呢就2.7公里長。嗱2021嗰個咧兩條加埋嗰個經常性開支就係都係91萬咁上下啦。2023嗰個就97萬，依家係123萬。我其實想知道咧，即係除咗係設計上邊可能會有一啲因素影響之外，嗰個即係漲幅個最主要嘅原因係咩嘢？呢個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簡單啲嘅，就即係我都想了解翻即係以往好多渠務嘅工程咧，你哋都要因應交通就有啲即係唔需要開挖啦咁樣嚇，即係用隧道。咁前一段時間去個元朗南睇個啟源號嗰個盾構機相當好嘅，即係依啲嘅組裝式嘅盾構機會唔會話喺咩程度上面往後可以喺渠務嘅工程度使用到，幫到個工程度加快啦，更加安全咧，同埋即係亦都我相信會減到嗰個成本嘅嚇。多謝主席。好，唔該晒。各位委員，我注意到個時間嗰個即係一陣間我哋係要做表決，以至於我哋又有個即係11點鐘嘅立法會大會。咁我而家見得到咧就另外發言人數有8位嘅。咁如果大家都係有興趣發言嘅，咁請盡快即係表示啦。我想請一間署方回應咗之後咧，咁就開始劃線。咁如果大家係即係揸緊啲時間啦，咁希望可以即係有需要，我只係會係延展15分鐘啫，因為都要留翻啲時間大家準備一陣間立法會大會開會嘅。咁所以一陣間如果係有需要嘅，我原定嘅係10點半嘅話咧，我哋最多延展15分鐘。咁如果真係話好多人踴躍發言嘅，咁我其實就往後都有陸陸續續排咗立法會嘅公務小組嘅會議嘅。咁但係如果係可以呢個會處理晒餘下嘅一啲程序嘅，我即係當然希望大家委員都盡量幫手係完成呢一個餘下嘅程序啦。好，咁請莫處長回應頭先林筱魯嘅議員嘅幾個提問。唔該。好，多謝主席。第一部分係關於經常開支嗰度咧，其實我哋123萬咧係有兩筆數嘅。第一筆數咧大概係50萬咧，就係一般我哋嗰啲維修保養嘅支出啦。另外頭先我講過，因為今次咧我哋會試一個創新嘅技術，就係用光纖去做測樓。咁呢度咧我哋就有做咗個預算嘅，就預留咗70幾萬係做呢個即係創新科技嘅一個即係試驗啦。咁呢度咧，我必須提出咧，就話呢個新嘅技術咧，我哋係會檢視翻嗰個成效，即係話咧，其實將來我哋嗰啲新做嗰啲渠管係咪會一概咁都會採用呢個新嘅技術咧？而家係未有定案，我係希望做咗之後攞咗啲數據。頭先我講咗啦，沙石灣嗰度已經可以有啲數據收到翻嚟。如果係個成效理想，係物有所值嘅咧，我哋覺得應該要做。但係如果係發覺個成效係未如理想嘅話，我哋將來唔一定會採用，所以今次係一個試驗計劃，希望大家理解。咁第二咧就係關於無坑挖掘咧，其實無坑挖掘呢個字咧就其實包含咗好多唔同嘅技術嘅。傳統嗰啲我叫頂管咧，大家可能議員都有啲理解嗰個叫做即係 pipe checking 嗰個技術咧，即係廣泛應用㗎啦喺香港，因為地少人多。另一個咧就係水平定向轉滑，頭先講咗啦，係做呢啲海底嘅工程咧係特別有用嘅。咁第三就 UTBM 就話嗰個叫做係即係元朗南嗰個啦。咁嗰個其實當時我都有份參與嗰個項目，其實都係大力咁樣去支持引入嘅。咁所以都係我哋部門啦或者政府部門咧都係一直嚟講咧積極去探討同埋採用呢啲創新技術嘅。多謝主席。